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。我係謝威寶。東北季候風咧而家影響住我哋啊，而從大範圍嘅衛星影像，我哋可以見得到，我哋天色咧大致係良好㗎。而從維港鏡頭望出去咧，今朝早嘅雲量咧冇乜㗎，陽光相當充沛。而至於今朝早各區嘅氣温，普遍嚟講咧係介乎喺14至19度之間。而我哋預計啊，今日陽光充沛嘅關係咧，日夜温差都幾大㗎。而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，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間咧係乾燥同埋温暖啊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咧大約係25度，新界再高2-3度㗎。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。而嚟緊幾日嘅天氣咧，可以一齊嚟睇下電腦預報圖啊！我哋預計咧，聽日稍後去到星期五咧，會有一道雲帶影響住南海北部以及係沿岸地區㗎。到期時咧，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雨㗎。咁所以我哋展望啊，聽日咧會係大致天晴，而聽日稍後去到星期五咧，會漸轉多雲同埋有幾陣雨㗎。週末同埋冬至咧，日間係温暖。隨後一兩日咧，早上嘅天氣咧會較涼㗎，大家記得留意住天氣變化啦。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今日上晝，環保署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呢節 Now 早晨報導完，再會。